小文。小姐，原来是一个暖色的孩子。还不快对过一遍？是。哎，小姐，这孩子好生年少。拿来我看。小姐待你如何？我以下得胜款待，亲自姐妹。小姐实有差遣，县城不管待吗？拿着命令去往邻家，可曾去得？小姐吩咐，哪管不去？送去哪些东西？一毛一套，孩子一裳。教育何人？哎呀，邻家相公林公子、林姑爷呀。切，万不跪下，看。此事何闻？啊，小姐，你错怪人了。有人。哪里的月小子，尽管是此大刚。是陈大姐，我就是林昭的呀。林昭的。哎呀，林姑爷，你怎么爬到树上去了？快下来吧。哦。小姐。小姐在此，小姐在上，小手有礼。小姐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未婚夫妻恰相逢，月娃不知所踪。一人长风坐月郎，此生有时才梦。
不想对诉苦衷。小姐呀！我知道是国皇的大长生，妇女都是死里生，那条血尘送一来，方知小姐一片心啊。有年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祝啊是问，乃是相公牛鞭挂在心。我带领大怀抱，提起婚事怒气生。当年邻家门地府，礼物是愿去挣钱，是从无生亡故，遇着大火烧家门。母子毛才起身，家贫挑水度光阴。那一声天昏桥边翁须为，路上行人都带人。说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晴，也许街坊挑水马，有福气马来有成。他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须太子养拉婚，不知何时改姓，从此两家就断了情啊！相公啊，老母前听拉了婚，二堂全部太高兴，我熬尽命也不作声，将婚事撕得三分分。哦，原来是这。林郎啊，十里不能长带泪，渔人上街是非身，我心头此话都讲明，你回家禀告老娘亲。30年期望千金，都是欺贫夫人。林郎啊，挑水生呀苦，万分。你问上是谁那待人？我有心认你今何年？
今已三更，哦，这不少呀。西城小姐送姑爷。是姑爷，请。好运凭空天上来，张飞张心花朵朵开。至少为马不花园，可这起那小姐故意思想为，也好今天三更天，可散不了往今相交代。今夜月光不守时，我那年相生不成来，我假意拜做李姑爷，怕他伸手要兵针，我秋月房中偷金钗，但等黄金到了手，有见逍遥都是人，都是人。这三个已经为何不解决成功？那边有人要，我倒不是躲过一旁，困过你吧。月光心不明，银冠随地人。黄金三百大财神，一路莫怕相近，家下不知放得清，只怕惊动了府中人。街里挣了姑爷300银，但愿他今日花轿到大厅，小姐婚事成了心，写成心里也高兴啊。姑爷，你在哪里呀？现在哪去？我在这里呀。好叫王姐接我。先生大姐，快叫王姐接我。听这声音，好像不是邻家姑爷。姑爷，你快将警察接我。劫财在此，快叫王姐接我。为难你几次，怎么来这许多无须？你是谁？我乃是你林家林姑爷呀，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你是王府为马长。哎呀，张队长！
长旦王位再不起，尽管冒名去王京，我告诉老爷得知情，将你捆绑到官厅，到官厅。哎呀！此事八路理由不去，属官举办有进衙门，也不出来而不去，身边拔刀杀心恨。先生大吉，我将王进万军营，烦你千万莫高升。王进本是私下人，传扬出去，王名声。拿来，拿去，拿去。大姐，谢谢大姐。不对，我说是野谁进走，这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倒不是将王进和兄弟葬于花园马厩底下，等到封闭狼藉，罪罪不止。哎呦！西城大贼！哎呦！哟，西城大
娘，快把门关上！哎呀，儿啊，你为我问生死事呀！哎呀，娘，大事不好了啊！出了什么事？今日孩儿叫完放风筝，花园里巧遇王氏千金，他要我娶人再生根，孩儿怕母亲不依，故而私自出府。谁知到了花园，天黑无灯，吉祥门道，这件小大贼，怎么样啊？他躺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了啊！呀！听此言来问他乡，生命关天真得了，王臣老人心坚强，世事必定有蹊跷。娘，毕竟是父女同门，是托妻，是衙外，是春堂。娘，儿啊，你不听为娘苦劝告，等我可过世状。哎呀，他进来给我信。我等下这个安亲堂，但愿得常常保佑无不万邦。走。王府出人命，凶犯吴仲义，衙门把令下，施主来查问。走。啊，薛淑仪，开门！开门！来了。是官爷。我来问你，何人杀死王府衙儿？兄弟，看他们生死前方，支支吾吾，必是凶犯。是。官爷，关门上留下血水，要想抵赖还不能。母儿因为手段真，君里切莫冤枉人。兄弟，你看，血衣既有血水，血衣在作证，应是杀人犯，抓他进衙门。走，官爷，娘，官爷，娘，冤枉啊！这个魏娘娘当朝不就也为了我，保证参政去放粮，太官开了封，手打恶党。
去见大圣。懂。大待临朝的有生也藏着王家花园，14衙门血菜。大圣，小的冤枉啊！身上却以门上虽有你万棍交兵。大圣，小的下请禀告。将是。领王两家帮呀去，找得与小姐早联姻。正因今年我家边，王城司令要拉婚儿。那天我家晚放风筝，花园里巧语望千金，相见不忘夫妻情。他让我去宁在山根，我也不莫金院门，不知何人识心肠。一到世上君在心，我浑身鲜血穿衣襟，花来匆忙回家衣，敲门桌上血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这么大人生冤情。也派我也可有兵证？与小姐素人警察一责，警察现在何处？已在小手手内。好，呈上来。是。禀大人，小人在王府花园查案之时，在尸体旁边也取得警察一支。哦，呀呀呸！四边也有警察在，这成分也是你害，哪里弄来的假警察？私造不准，万大罪！凭空张来上京城，当家我做事有理财，书记下雨才明白，事情大王放心安。说什么千金有情爱，强原来他妇女传统江湖爱，怪不得雪场是在花园内，怪不得想呀故意真精彩。我会不停向前闯，到如今我是对鲁莽是招牌。领招的你有招无招？我愿往南走。来呀！有拖下去快当死者大败！哎呀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内在面生不在，幸亏来了替死鬼。王城老爷命我升上子，放大档次，公道来。何人私闯公堂？小弟张备长奉了我王城老爷之命送来，前来送赏子。放下死儿，哎，是。禀大人，王城送在上子。哎呀，确实，想王城乃是本城随父，名恩出在他家，
看他日后当爹，命他上道。是，大子命上道。哎，是，接过大人。长子正上来。哎，是。当开长子宽分地，却是李旦送上门。谢家自保经不病，孝敬国舅谁大人？这位秋夕杀西城，谋财害命财不清，外王公当车年营，早日此战早成心呀。王臣不愿礼上门，他这里深邃太平终成经。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长子随到，谢老爷我只为秉公而断。哎，是，多谢大神，多谢大神。嘿嘿，李当当东学操心，作为小友，我应孝顺。大兄万，是大兄万。当得我离开你了，心痛酸。领早的你早日不走。我生是冤枉遭人，王臣在章子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使你在行动上万在心。因此，夜本三更借着王家花园实施压万血城。哎呀，大人，你伸手开夫妇为民，生育之子，总要与我讲个清楚，说个明白。我总算是死也是无怨了。将来是李正山，又到了乔斯坦冒天。凭着灵魂数端正，足以向你破本来。华龙华府难华国，自生自灭不
劝棍救民，这不招来难免贫虐人有苦。来呀！有答应是内。有。闻听用意，我心感激。问上死神，我怎能胜？今日里我早晨看过，才是我早只怕也命难伸有意越往南走。哎呀，大人，你招人不招？我冤着了，冤着把弓了。上来。是。报告。世上何必重千金？郎知道自己问血差受到谁也惊。两王爷哟是啥人？贵作为当下人，要想救生来不能。哎呀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！哎呀！娘！大人！
穷极负了乞讨心，没在黑命杀西城，今日穷鬼要受刑，怎可撇家攀高起？我王家一面谁有情？法上肌肤难容身。我当庭之意不必跟，你独老看着白费心。我要去，要去，定要去，不能失败，不能。今日弟弟不放云雨，也把女儿凝视了残生。女儿，小女心情绝绝，今日就要让她前往法场，好在无事一股穷鬼送命，受他是为心作意。秋月，好意。你陪同小妻前往法场，几点为别说是为儿不得于无。是。带领宽长瓦梯，父子义情，好好相生对老，永远离快去闭上来！兄弟们亲，谁法场高通诉冤情。
家小姐长到彩礼。秋月收得无礼，快将老人家无情。小姐，是老身走路匆忙，撞到了小姐，望请见谅。不过是我匆忙将老人家让到王府接轨。秋月，小姐，快快归王府上。是。小姐，请留步。哎，沈家于此有何许多份？可你生存小，不知去往法场，所及何成？面不晓色，与你何关？实不相瞒，今天法场起场，乃是我儿早得，我儿想问啊，小拜见婆婆。却又经过老夫人，莫非你须是王氏千金？真是媳妇。哎呀，小姐，也借妾身怒气生，你们父女传统上良心，开了婚也不罢休，花用托起孩儿命老夫人，你错怪我家小姐了。婆婆兄，用媳妇下去禀告。嘿，你不愧手心张有情，花你巧女谁相信？我懒觉高上有京城，哪有功夫讲话听？这是长子高德真，深情愿望儿重生。谁我分明讲公正，你们妇女要做刀下人。这是长子高不真，愿人海的儿送你，老身终说。夫谁听着？在传令下去，法让奸在外人，只准欺负人举典，不准言人乱吵。待等23告破三声人队落地。是。在大圣有令，有亲探亲，有捐探权，三是无亲无捐，只身一刀，人队落地。令郎。列官私闯法场，我家小姐王氏千金，得了几言孤语言。
有你一见。琳琅啊，琳琅琳琅，琳琅。一骑接手怒马枪，琳琅，呸！妇女东门和心肠，家道失守家务你去可领跑琵琶别家郎。真是那灭到夜女披伤心，莫里相拥长刀枪，你分明在万众神前狂死。你不问青云何去马，马得我同心结手往南疆，方才我路遇步步见我当途中苦涩是汪洋，自讨夫君知我心，谁知以为不凄凉。琳琅啊，说什么妇女同为同心肠，可记得我送一送啊到门前。我啥要领跑琵琶的家郎，又比花园香呀神明亮。
奇怪，同样今日真为大发上，你看我满身都穿小衣裳。难逃万象做新娘姑爷，小姐她自从一岁远近老亡，那一个个都退了。可是你不是小姐心刚强，老爷夫人他很忙，他跑到路面到花场，次次顶戴不应当。听罢也，仔细想，小姐恰是真心当初几首咿呀越花越香呀成名了，他如今怎为上川下海何必大发展？小姐方才冲上七月两临死自身万荒唐，你对我情深的高永难忘，我临死还痛三丈。第一章我死父亲难马葬，就你门口官方。第二章我死楼下
来世再配佳人。耳边听得喊声好，不是去看秀来到，只见那鬼子手一忙，这刚刚。吓得我手怕飞涌响。如今我的小儿子可是喜欢几个年轻啊！心思焦虑自找，怕听儿三声堂。令郎啊，但等此外一下雨，再要相见见不到。天边不传狂风起，飞梭追上金銮草。天哪！莫非你自领郎随冤枉？那为我天下富公道。世人讲道，不让为有挽留言人。禀大人，祭奠的文正在吃饭。快去催了。是。大神有令，世人讲道，祭奠完毕，司令发丧。为子孙深深才教，我这里心情越悄。狂风起，飞梭追。
免未必。为何这张事件前去困来？是，快去啊！禀大人，这一女子13莫问，偷也失身。好，将他们关成夫人。是，走，起来！小女子为一次祭文上未读过，休得啰嗦！让我读过祭文，我死也不离法场。这个好，用他一读，快读！见新人，门户有别，贫富不等。老屋里留下回忆太昏，切身轻重，仗势记住夫君。真是天赐良机。花月见面，相依人间，谁知凭空万物，谁成悲伤，谁愿难生？而今乎你怕了清明时节，离了白发娘亲，可怜我未披家衣，写出小穷，哪来的忘新婚之乐？唯有发上思别之情。天上的情，无时可见。可有神王天有眼目，可不有理。我叫一声王天有耳目，何不？经不起烈焰的攻，哪不知山靠落文，却当成早，欲看难分，发上宽展，三两笔，三两。哪里是这的祭文，分明是名有绝权来用。将他们轰成夫人。是，领了走。
神，包大人有令，留到片刻，使得无战胜犯。现镇监任官二战quân之事，一起同贼。报quân之，有请。包大人到儿啊！娘。包大人，参军放粮归来，写草奸在外人公务这身，又是原因。先王请是哪里话来？包大人不当道为父，累到府上，素为后来。保证正要为牙，路遇老身为儿告状，难调护冤，故而官到法场，前来问询。此恩谢朝爷严明正身，我日三刻奋战，包大人也就不必费心了。杀人犯罪可有凭证？身上血衣，满上绣印，今日此战可有应不条文？这个，哈哈哈哈！包大人，当国就奸战一个无名小子，我用什么相问？呵呵，王庆啊，王庆！包这个，报有本事，你操劳复杂，少人民心，羞辱王庆，该当我文才。有道是神明关天，你发张战神，无害良民。
去。大领早得上道，领早得上堂。青天保大圣，冤枉啊！你既是臣生死冤枉，请将实情述来。大圣，用兵啊！灵王两家半年而去，早得与小姐早联姻。只因今年我家变，王策司礼要拉婚。那天我郊外放风筝，花园里巧语往前见，小姐不忘夫妻情，她要我去年在山沟，我夜半莫黑进院门，不知何人失心肠。一到世上尽这心，浑身鲜血所引进，花乱匆忙回家园，敲门桌上血手印，句句言语不是怎么大人生冤情。既是冤枉，当初为我瓦工造神。哎呀，大神啊！正因为公道不用我身边，先当事实最用力。是啊，师傅逼得急，问上师生真难忍。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责，却拿真章钉在背。血也见张廷珍，岸上我还有血手印。血迹当时转上身，张然一口就要定。前因后果自心诚，明早的不讲英雄一生。一面之事难作真，有公堂在汉往前进，往前去上堂。来了。且不包大人，往前进。哎，当夜晚生，你可认得？是我未婚丈夫领早得。往前进，我来问你。山有出山夜山人，你可曾想要找得去黄金？听说邻家都贫困，我曾经了表夫妻情。
下自保金无比，王臣王亲谁分明？谁插谁会乱拍影？只落得山上家人冤难伸。张龙，他国君府中去修行。老板，谁管惊动我王去？堂上万人不去问，就问三尊太空何呀？西朝一炮发了恨，保着体为永于王庭。谢王宇，当街机遇配功臣，去给府中去随行。三妾为却谢皇亲，查问回来求分明。告准了，哪里去？我要为父。此案上里有定人，一参天，他当自上一旁听。王千军，压他花园去黄金，苦与虎王所凭证。他一般有何神气？我仅差一字将他征。日来警察哪里去？我在身边是何真？大神，那一山根去黄金，花园杂事消息成，警察皮肤落下的，我站在身边最家门。几笔丢身护出风，前方身外向上长。几帅警察与儿子，此中平时有一分。王千金，一切上来，哪知警察是你所征？上人，一切上来，哪知警察是你所带？二人路过一片茶声，苦尽书生是真情。这只茶儿从，那只茶儿去，去的茶儿家，从的茶儿真。明早的警察记在身，是别留茶是别身。夫妻在此诉衷情，大国大将有儿听，几时花园压成金，且才去你，别听是皇家的神。少妇，在前往王府过问，凡是3日初三之夜经过花园，有言你凶杀者都带上堂来。是。领诏
得暂且下界，望千金当下后生。是。我心感。兵大人，掌握水道，传家之宝金福瓶，请大人过目。望乘风金，写成1万1户可缴。早的花园上了村，就给发长色业。望村守墓金木兵，礼上往来有何才名？好，何人？一说此爱有远近，不问你这三兄之后生，叫出三兄问此情，万把事情做大人，谁不曾三兄之后生？早晚国酒才不去，告准了哪里去？我要上殿面君，好，臣情远亲在前军，到死，哪里还张王法？兵大人，王府有2人犯人，带到。带上堂来。是，王府2人犯上堂。公堂上话心胆气，绝望中的有雷神。请顾包大人，哎，结果包大人，过世报名。衙官屈曰：马府张北斋。 3月初3之夜，你们进德花园为了何事？禀大人，我与西城同是小姐替身养官，那夜深更时分，不见西城回来，本要小姐之命到花园寻找，谁知他已被杀在地。那你我乃是王家马府，割草为马。 割草为马，这里有警察一字，不知是何人之物，你们谁能认得？哎，不认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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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是警察，乃是我丢失的。何时丢失？所遇一线，哪有那天？ 记不清楚了。丢失之前，可与神前来借过。夫人，可与神前来问过。叶夫人。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一日曾被斩得问过我的。哎呀，大人，我见他这只警察灵巧得很。 问他在哪里买的？哎，对对，哎，哪里买的？哪里买的？后来警察就不知去向。他既接过警察，却配受不知，既已做瓦事以后，必失此兴许。上陪审，哎，大人，你进的花园。 大神，我深深的18大神铁面是不是民间高原？你怎能冤屈良民啊？对呀，薛一虽因上难之罪，也知警察岂可为命。小生作为做这凶杀之事，烦望大神明察。包大人，
你看门道人员都一道义，为着滥诈争凶，写草道有个自义贼称，一道将来，你看门道人员都一道义，只有一人尚未到村，是打此人遭到有诈此文，一日犯诏。哦，生写成。哎，生是岂能完问？请问何必发生？好啊！写草提起小写成，故意挖苦小保证，灵机一动妙计深，哪怕凶案不早生。来，有将二人分解去案，明察贼身。是。到人了，且慢，此案尚未了结，有劳小王亲参自开封。报信后山，去往前进，黑大文王，妇儿上来。愿意为逍遥风啊一生去，谁知方丈来保证，谁公道一番分，我心惊肉跳不安定。生一死个不明真，拳打本领胜不去，胜不去。张培章，张培章，耶，机智小哥，张培章，哎，听说此案明日破案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什么明日就可以破案？包他人英明不断，明日破案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什么？我明日就可以出去了？哎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我本来就是冤枉的嘛。好生二说，不知你是哪里人士啊？哎，我乃是河南陈州人士啊。哦，这句难话，哎，原来你我是同乡。哎，同乡。哎，张培章，你是陈州哪里的？哎，我乃是陈州南乡。啊呀，又不巧了，哎，我也是陈州南乡。什么？你也是陈南乡？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个老乡见老乡。哦，哎呀，来，
来，金子小哥，来，那点声音上下当地一下。哎呀，不敢啊，不给侬玩哟。来，哎呀，点声音上下当地一下，当地一下。好，这次我去过些聚餐，稍时我们再次同饮几杯。哎呀，在这里只怕有些不便吧？满上不满下，只要有钱花，什么都不怕。是一老，嘿嘿。哎呀，明日就可以申请此案，明日就可以出去了。哎呀，在这里碰到同乡，不对，等一会我还是问清楚，问清楚。啊！哎呀，金子小哥，哎呀，来，请说，嘿，请说，来。滚！好，来。张大姑心中高兴，不醉不许。不许，来。张大姑来，再饮一杯。哎呀，我说金子小哥啊，你是包大生，明日就可以申请此案，不知道他是否破法呀？包大生为民天下传，本是诚心下凡转，他始终开封做了官，胜过多少副头案。麻花娘子从外问，民间冤情他能断。李太后说78年，公正奇案他能管。日断阳断阴，身份归身一全，只要将西村打上堂，杀身的凶手难以摸。张大姑，巨大翻了！请。张大姑，请。张大姑心中高兴，不醉不许。不醉不许。张大姑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哎呀，没有什么，来，滚！不醉不许，滚！张大姑，来再饮几杯。不饮了，醉了。张大姑来，再饮几杯。哎呀，醉了。张大姑，张排长，张大姑，我再些过许举来，再同饮几杯。醉了。包子nhà多赢我的心要大，所里西城子常往你包子一些莫说这只不肯开工招，我办这些陈规文样，现在我在开工招，为母令郎伸冤枉。张
我呀，请为我披对上我正一下啊，正一下。山野山根，世道兴旺坚强，实习成一灭亡，下毒水，上天亮啊，上天亮！哎呀！谢成吉，你听我讲，那夜里我不服下，你高声还要气我呀！我不是你南下长，南下长。话言巧语不用讲，杀人去给命来偿，保子跟前生冤枉。哎呀，大姐呀！爸爸大姐能放过，王金万一也不放。三姑娘往去哪里长？马具背后地下放。写成面前难说话。玉皇王切到饭馆，既往既往。十字呀，你们在民心不良，害得我夫妻好凄凉。他受尽牢狱苦折磨，我跑断路面几发长。杀飞来了包大人，冤真海底无此讲。我咬牙切齿，将神打。我是谁？啊，小姐啊！长辈在你找到好。将晒谢城之事从实招来，冤枉！困顾别落。谢承吉听我讲，那夜黑里佛法想，你高声喊叫去后呀，我不杀你难下场，难下场。不正陈嫂，王亲胜罢，兄道一把。张备战，据兄道掌握这次，也与你请去收将别落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保证有几枚伏在地下头，叫他瓦工上来。是。瓦工。一王一家的性命决下。常备战，你看我是谁？啊，老乡，张备战，以晒谢城有家祸于身，才给万事来，放出去斩。大王丞上道，王丞上堂。开见包大人。王丞，你可知情？这寡小生一时糊涂，望包大人施策。以欺民爱富，多纳婚姻，诬告良民，因为公审，来，有当审牢房。大人，大人，不该欺骗想纳婚，倒退入了劫中人。
草，想不到这无头命运，倒有个水落石出。林兆德真是冤枉，张培正确是真凶，你还有话可讲？你披无真凶，分明就是团长，出走！走！谢草得理开封，不理命运，团长枉法乱加审问，去掉棍带，再配边关充军。走！走！团长替你带领人往清发配，去从不惧。大林昭的母子往前进上道，林昭的母子往前进上堂。来了。罢了，事情安静一明，林昭德无罪释放，望金三把经查一字，原无那位。多谢包大人。魏家特定今日良辰，与王家千金联谊。应得请天包大人。发上4酒得重生。万难扶持良人婚